藏尊来了，我们要修成正果了。成仙了，成仙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係牧神啦，歡迎嚟到呢個凶案現場。咁呢，我哋上次係喺呢度，我哋咩嚟㗎？人模人樣就唔一定係人嘅，呢一種古代傳說中嘅鬼怪，喺後世就證明咗，不過係一種馬騮。馬騮呢個咩嚟㗎？呢張紙條係咩意思啊？想利用我報復大無言啊！報復大無言？工匠者知風水曉驗美，此有工作亂氣數一切，可閉門拒神起災禍。爐中樹香4條，然之後樹綠燭台就係言最左嘅一個同埋最右嘅第二個。公3魚頭5雞頭，杯中酒僅半滿。哦，呢個就係嗰個祠堂嗰個密碼。好。然之後，仲有繩，好長嘅繩，原本係綁喺嗰啲陰蒲雕像上面㗎。冇嘅話，咁我哋去解呢個。睇下先，借起左右2，之後插4支香，係咪半滿啊？咁樣，They are watching me。藏尊來了，我們要修成正果啦。我嚟咗咋？成仙了，成仙了。呢個係歷代嘅大無言啊嘛，係嘛？使命完成了，老豆啊！沒人敢看不起我了。哈哈哈哈！父親，阿爸，黑暗不像什麼好東西，拉着我的手，我帶你離開這裡。我帶你走。別阻礙我見藏尊，藏尊要恩賜我當神仙。佢好似嗰個斬樹嗰人跳落去咁樣。成仙了！哇！成仙了！成效啊，冇晒。就咁樣啦，都算係有個了結啦。我仲可以期待啲咩更好嘅結果啊？小池感受到從迷竹簡中傳嚟嘅陣陣心聲。你講？我想出名，求求你老人家了，請保佑我功成名就。功成名就。正是能拿到最佳女者。若能名滿天下，學生願日日焚香，千古流傳。哇！大家嘅心願，竹木園，唔願捨棄人倫，以求舉世矚目。好，好似冇啦，是不是？係咯，冇啦。咁嘅話呢，照舊啊！我哋俾晒女主角，咩都俾女主角。仲有呢個都俾女主角，但係呢啲你呢？你要唔要㗎？哇！睇下先，呢個係初為妻兒之事拜求佐尼勒，後因入道隨欲滅心，自家散人亡。如此貪欲，如此禽獸何以？心若惡鬼，怎入天人之境？不若墮入陰曹，為妻兒賠罪。道心亡，心若人。道心亡咗就好似個人咁樣。我唔知喎，但係我哋啲木雕係咪要俾唔同嘅人㗎？淨係我哋嗰個迷宮仲可以去迷宮，我哋有地方未去啊？我哋有冇去到呢度㗎？
好似冇喎。我哋試下去我哋出口嗰度去。好，過嚟。呢個啊，到心望咁樣。哦，有啦！誒，小瑶啊，我們進仙境了，是不是塔修好了，沒有詛咒了？冇啊，冇收到啊。我看不到什麼鬼魂，不可能看到你，你只是我的幻覺。你走開，你走開。是不是沒有詛咒了？小瑤，你告訴媽呀！你告訴媽呀！沒有了，我不會結婚，不會生孩子，再也沒有西家的血脈了，再也不會傳下去什麼詛咒了，永遠沒有了，永遠沒有啦，什麼都沒有啦，沒有詛咒啦，沒有詛咒就好，沒有了就好，小瑤能好好活下去了，小瑤能好好活下去。佢係好人嚟㗎喎，哇，碎晒。關於母親，我一直都喺度逃避，因為佢做過嘅事非常之荒唐可怕。但係我嘅內心深處，佢又知道佢嘅本意係愛我㗎，佢係愛我㗎。呢種扭曲嘅愛會灼傷人，令到我冇辦法承受，我只可以恨佢。如果我確實係個患者就好啦，一切都係假㗎，咩都唔使去面對。喊咗一陣之後，Carrie 用自己專業嘅方法同埋成年人擅長嘅自我欺騙，調整好情緒之後，恢復成以往帶住禮貌卻又拒人千里嘅表情。呢塊鏡係佢嘅嘢啊！佢曾經都幾愛打扮㗎，成日都對住呢塊鏡化妝。後嚟我話可以見到啲奇怪嘢之後，佢就變咗啦。誒？我嗰塊鏡地下嗰塊。呢個啲願望冇咁利益化㗎喎。紅塵緣唔願破財接受，以求紅塵不悔。好，我仲記得呢塊鏡上面嘅劃痕嘅位置，呢個就係佢嘅嘢。點解會變成願力之物嘅？點解呢？我哋上船，我哋係咪有4嚿嘢？十取藍。你可以轉喎。我得3嚿啫喎，應該仲有1嚿㗎喎。喺呢度啊？唔響喎。真人嗰度呢個，我可以攞返走。拜拜。攞返走。呢個係咪應該係全部都對住嗰邊啊？即係佢唔應該對住我哋㗎嘛？係嘛？係咪呢個意思啊？哦，有啦！咦？呢個咩嚟㗎？一個丹藥樽？呢個。死點吃的想讓我們相見，想來願一家人今天葬身仙曲。救我這父遺之症，都別再喊着不老之飯啊！呢個係生存向㗎，長生願唔願誠心皈依，只求長生久視。我哋損壞嘅鬼光恢復如新，好似新嘅一樣，完好無缺。轉，我哋開船，我哋走啦。呢
個世界非常之危險，我哋先走一步。望上去係咪相當近？但係都係過唔到去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哋有繩啊！我哋可以吊過去係嘛？老蕭呢度係咯，遠處竟然漂浮住一艘古船，貌似溪小姐就喺呢邊。我哋有繩喎，一射過去，飆！哇，射得真係準啊！等小溪喺嗰度將條繩綁好，綁繩啊喂，呢個吧。喂，你要將條繩綁好啊 ，hello。我拉返落嚟先。佢想要從條繩嗰度爬過嚟啊，都係咁中意冒險嘅方案，真係攞佢冇辦法啊。好啊，綁繩，好啦，非常之牢固，呢個距離可以見到彼此，打個手勢通知佢落嚟啊。手勢呢個。咁樣，然之後好彩平時冇少玩極限運動，呢種距離睇起上係冇咩問題嘅，但願中途冇遇到啲咩引力失常啊或者其他詭異現象啦。好，哦，嚟咗啦！繞了這麼大一個圈，終於走到一起了。Hello， 我們都找不到出路，難道只能依靠老村長那家伙？也不行。他的目的和我們不一樣，如果開了另一道門，天知道會是什麼後果。係咯，點知啊？供他不如供我。如果這些東西真能把我變成神仙，那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如果沒別的辦法了，那就由我來吧。哈？你沒發現嗎？在超自然方面，我比你有天賦多了。係。騙子！誒？為何要逃？為何不謹遵使命？靈哥，小兄弟，你其實也不知道到底該怎麼修它，修好了又會有什麼結果？萬一完成了這使命，對你並沒有好處呢？係咯，如果冇好處咁點算啊？小朋友，別生氣，我們會帶你一起離開，一起幫你想辦法找到妹妹，擺脫束縛的。係咯，唔好嬲，唔好嬲，冷靜冷靜。騙子！全都是騙子！哦，藏尊為何不與我起誓？如何方能修他？如何方能還我妹妹？我想要妹妹，我有什麼錯？啊！是否需要再祭一人？西家此女可否？可唔可以殺咗佢，然之後你俾翻個妹啊？師兄，誒？阿妹啊！我是誰 ？Who am I？ 邊個啊？誒？兩個娃娃若是去了那邊，給蕭工匠當了靈徒，會受藏尊庇護，這乃是天大的福分。靈哥靈妹個阿爸阿媽啊嘛？哦。大巫賢啊，娃娃還小，怕學不懂。俺們養了這麼多年，還指望他們養家送老呢。佢唔肯啊。娃娃得到，全家有福，那金銀俗物自然也不會少啊。你們那個大兒不是娶不起媳婦兒，藏尊賜了福，別說一個，10個也娶得。哎呀，那倆小的身子弱，留着怕是也長不大，長大了也是賠錢貨。送出去才有福分，我們都有福分。好。哎，對，能還了賬，能過好日子了。中晒毒喎，呢兩個人，所以就送咗佢哋去死咁樣。大巫賢，您老說得對，是福分，是大福分。
能给六藏菩萨当童子，是我们家三生有幸。救命！啊，佢兩個啊，跟大巫仙走吧，去享福，比咱家好多了。啊，我们哪儿都不走，就要留在家里。係，我哋留喺度。不走哪行啊？不走，我們和你們大哥要怎麼享福？快走！憑乜嘢犧牲佢兩個，然之後你哋三個享福啊？啊，阿妹啊！我們還能回來嗎？哦，呢個係阿妹嘅記憶啊嘛？能，當然能，爹哪會騙你們呢？等你們回來了，我們就一起過好日子。哇，實係啊，實係啊，實係啊！哎呀，走吧，可別耽誤了六藏菩薩的吉時。呵呵，哦，聽話，聽話。藏尊天旨，小将纳土，无私无穷，二童将至，前世阴阳，学问好逑，百载再归，祝他善起，吾王使命，谨记叩见。係口訣係咩啊？口訣。我睡着了嗎？睡了多久了？這是哪兒啊？我什麼都看不見。哥哥，你在哪兒啊？我看不到你。哦，阿妹就盲咗啦，跟住就係嘛？有聲。哦。灵妹灵哥，自无天落，善塔之事，今日当结。汝为西女，再非灵妹；汝为萧子，再非灵哥。萧息二童，血缘因果，平其身軀，可成大業。之後就上咗小溪同埋魯少新。為什麼要把我們關在這兒？放我們走！要不我就打你！打你㗎！那兩個是誰？好嚇人呀！啊！誰？你看到什麼了？那邊那兩股黑氣是什麼？是什麼？哎呀 ，hello！ 嚇到喊喎！小瑤，別哭，有我呢。有我在，別害怕。他來了，他帶着靈哥靈妹走來了。什麼來了？咩事啊？發生咩事啊？佢好懵啊佢。誒？好冷，什麼東西？好凍啊！赤哥哥，你怎麼了？那個人來找我了！別過來！赤哥哥，救命啊！別怕，我保護你。係，跟住咧。赤哥哥，你別嚇我！呢個就係起來！友情嘅力量。哦，安靜啦。哇哦！小池，你怎麼了？快醒醒啊！醒啦！大巫仙，你對孩子們做了什麼？誒，小 K 個爸係正常人嚟噶喎。你們這是在破壞藏尊大事，消息兩家大業始終未成，我是招靈童來幫你們。係。對呀，大巫仙可是為了我們村子。係。真管用嗎？六藏菩薩多少年沒顯過靈了呀？係咯，會唔會係假噶？莫聽這大巫仙亂說。要不是信了他的，怎麼會扔了我的大女兒？誒？要是去城裡頭的醫院，
說不定還有救。呢個村民都係一個正常人嚟㗎。呸！你們膽敢懷疑大巫賢？那次要不是聽了大巫賢的，我們村子就遭災了。所以其實個村入邊都唔係全部都係做晒邪教嘅，其實都有啲正常人嘅。走，走，帶孩子去找城裡的大夫看看。帶你睇醫生。係。站住！誒，這是要反啊！你們打斷了這儀式，有什麼後果？誰擔當得起？算罷啦。你們盡管走，我早就看不慣這幾個了。平時拜鬼拜神也就罷了，這可是2個孩子的人命啊！係咯係咯，走走走。對藏尊口舌不敬，就是對藏尊不敬。其他人還站着幹什麼？為什麼不攔住他們？係咯，你哋做緊啲咩啊？你哋，哈？他們人也不少，都是街裏街坊的，也不好動手。係。煩了，真是煩了！以前的年月哪有人敢這樣？都是你們，都不敬了，藏尊的賜福才越來越少了。一定係咁啦，係咪？老蕭？他如果能看到那些東西，那就真的存在吧？是不是就代表了這書上的招魂術也是真的？佢想招咩啊？如果我招出來了，就能對你道歉。如果招不出來，是不是就證明你還活着？招小溪？準備脫檔了。哦，係啊。這樣就能招來靈魂嗎？小溪，來找我吧。小溪。哦。怎麼回事？為何我醒來的時間更多了？我妹妹呢？為什麼還是尋不到她？佢招唔到小溪就招到靈哥。你們這些騙子是在戲弄我嗎？就像那個女人一樣該死！哼，衰人！你為什麼一直盯着我笑？是你把她藏起來的嗎？邊個啊？你說什麼？我沒有病，放開我！你們為什麼阻止我去找妹妹？你們為什麼滿口謊言？你們都該死！哦，佢誤會咗啊嘛？其實係問老蕭，佢以為係問自己。這書上寫的招魂，能招來我的妹妹嗎？妹妹，你在哪？到哥哥這裡來，哥哥保護你。佢其實好好，佢其實係一個好善良嘅小朋友。哦，這是哪兒啊？我是誰啊？我是誰啊？有誰告訴過我？我姓西？我腦子裡好像有些記憶，小西的樣子很清楚，那個小西就是我。啊？對呀，我就是小西。我為什麼在這裡？我要逃出去。我出去幹什麼？好像有什麼使命來着。對了，我是想，係，你想找到我哥哥。係啊，搵哥哥啊。你哥哥呢？哥哥不要做壞事，這樣不好。哥哥啊。妹妹。出嚟啦佢。攬啦。妹妹，馬上就結束了，完成使命，我們就能離開了。佢要收塔啊！救命啊！我不想回去，那裡太黑了，什麼都看不見，看不見哥哥。佢咪以為返去就係返去老蕭個身體入邊啊？哥哥做了很多壞事，會落入地獄的。
只有六藏菩薩能賜福給我們，我們不能違抗。你冇做錯噶，係指使你嗰個人錯咋嘛。那我就和哥哥一起入地獄。哥哥，我不想再和你分開了。好，我們不修塔了，哥哥永遠和你在一起。好，我哋起埋一齊啦。咁佢兩個呢？他們的回憶是個既可怕又悲傷的故事。哈，我也看到了，也許是當年的儀式給我們之間造成了某種神秘的聯繫。係，真荒謬啊！呵呵，無論是這些孩子，還是大巫賢們，好像在這件事中，沒人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。係咯。我們也像木偶一樣被提線牽着，不知道為什麼跑來跑去，結果到了最後，卻發現牽引我們的木偶師也是個不知被誰提着線的傀儡。哈，繼續往上追溯，你會發現一層又一層的提線，形成了一張名為迷信，實為慾望的網。係啊係啊，你不覺得我們身上也有他們的影子嗎？我們悲慘的家庭和童年，比起他們來，就算是好的了。真是一場傳承千年的夢魘啊！係咯，我可以理解有一種精神寄託，但係唔可以理解好似佢老豆咁樣咁迷信咯。係咯。也不知道看在你的眼淚份上，這小朋友會不會願意幫我們找找出路？卡月瑤似乎好介意自己嘅失態，好快就收起咗情緒啦。我們自己想辦法吧，他們承受的已經夠多了，不要再打擾他們。係啊，呢件事佢哋都冇做錯。好吧，你說的有道理，我們走吧。走啦走啦，我哋去揾阿大無言。係咯。你們集齊願力啦，快供奉給我。好啊。我們不會讓你得逞的，這些東西我們要自己使用。係，呢啲係我嘅嘢，唔會俾你嘅，你要嘅自己去揾啦。哼，哪有給活人供奉的道理？你們這肉體凡胎可承受不起。我話我哋承受得起就承受得起啦。我不是肉體凡胎。誒？靈哥，供奉給我吧，我為你們開門，也算兩清。好啊好啊好啊。靈哥，你怎麼也反了？這拜六藏菩薩的願力你也敢受？佢有咩唔敢啊？而家佢有個妹無敵。一來以你那道行可受不起，二來行着逆天之事會受天譴墮地獄，三來奪藏尊願力可要承受他老人家的怒火。係。我為罪人，本當入地獄。唔好啦，淨係我哋改拜你啊，即係唔拜一個六藏菩薩，拜你咁樣咯。靈妹拉緊咗哥哥嘅衣袖，似乎係因為怕醜，唔知道應該講啲乜嘢，但係並冇表達出反對。小朋友，你沒有必要為我們冒風險，畢竟誰都不知道用了這些東西會有什麼後果。係咯，呢件事會唔會太冒風險啊？莫叫我小朋友，我為汝等先祖之徒，至今日已存千載，以輩分相論，你應該叫祖宗。好嘞，我已決定如此，輪不到後輩言語。明白，祖宗。小希，尊重一下小祖宗的意見吧。好啊。如果我們利用小孩子，和那些家伙還有什麼區別？但係佢哋係自願㗎。不是這樣，如果我們強行幫別人做決定，才和那些家伙沒有區別。他們應該有為自己做一回主的權利。如果係佢哋決定咗嘅話，咁就尊重且祝福咯。靈妹瞪大咗眼睛，堅定咁樣點一點頭，表示同意。好吧。好啦，我明白了。謝謝你們。ありがとう。哦，天真，你們哪裡懂供奉願力之法？沒我幫助，你們成不了事。
可以啦，試一試嘛。我知道，这千年来唯有祈愿听得最多，即愿力各法均有所知晓。其一为吹奏唢呐引愿力之悲喜，正可以用，曲目随心即可。吓吓，即係我哋可以吹唢呐。好，好，那我就自由發揮啦。嚟啦！哦喲，哦，哇哦！嗯？藏尊发怒了，嬲啦！你们都会受到惩罰。藏尊讓我誦經祝您老人家。我哋真係唔可以拱走佢咩？佢真係好煩啊！小希，不要抬頭看，專心吹奏，我保護你。係。哦。反正就係射晒所有嘢咯，係嘛？佢音樂大聲到一個點喎，大哥。大哥，你會唔會有少少多啊，大哥？做人留一線，他日好相見啦，係嘛？一箭就會射唔準咯，要對嗰個手掌位比較好對嗰個手臂嘅話，佢會散，佢會射唔中咯。佢嚇，就係射唔中咯，拗晒頭。喂呀，冇咁長啊！我唔好咁嬲住撞磚，係咪？即係菩薩心長一啲嘛！再嚟，我呢個一定會剪出嚟咯，我想講。救命啊！小 K 你可唔可以自己走一走位啊？即係自己行前兩步，行後兩步咁樣咧？即係咧，都唔好太信任我。即係好多時個主角都係因為太信任我而失敗。我會話嗰個箭有冇數量限制，即係我可唔可以狂射咁樣咧？但係因為佢有 CD 時間啦，然之後咧就會變得好驚唔好啊！未啦未啊？未，準備，各單位注意。佢都唔係個個都係由嗰個邊出嘅，佢有啲係中間空途出嘅，超級過分咯佢，超級過分，射咗又唔計我，小朋友，令哥，令妹。藏尊救我！你走啦！我可是您的口舌，是历代最伟大的大巫仙。你走啦！找灵童回来都是我的功劳，别的大巫仙想都想不到。送走双胞胎煞星，为您寻回纸新娘，也都是我的功劳。走啦你！我去无色无穷昆弥天，藏尊啊，您发慈悲带我过去，我可不该落入地狱。算罷啦你。拜拜啊！就係我一定會返嚟㗎嗰種。我哋失敗咗啊！門並冇打開喎。有啊！小朋友，謝謝你們了。希望那邊對你們來說是比這邊更好的世界。一定係嘅，係自我安慰。那門還有些距離。我倒是跳得過去，就是不知道你的小短腿行不行？敢不敢先試試？我要跳過去係嘛？別開玩笑，你知道我的跳遠成績一向很好，把路讓出來。係，好啊，跳。哦，入咗去啦。老蕭，你在搞什麼？快跳過來！過嚟啊，老蕭。
我被那些阴仆推进门落地时就扭伤了脚，没办法跳了。啊？不過你放心吧，我會找到回去的辦法的。吓？你啱啱先從嗰個叫咩啊？嗰個船嗰度，即係嗰個飛機嗰度跳落個船嗰度嘅啫。那裡就要崩塌了，賭一下，試着跳過來。係咯，搏一搏，單車變摩托。我賭這邊不會塌，而且我還能在這邊找到解除你詛咒的辦法。吓？佢成日都做啲好人事。不要開這種玩笑，什麼詛咒之類的和你沒關係，不需要你來管。快跳，我接着你。快啲啦，快啲過嚟啦。我是真的跳不過去了，你別擔心，等着我，我會回去的。吓？也別說你的事和我沒關係。吓？畢竟你是我。係你嘅咩啊？老蕭。老蕭。冇啦，冇老蕭啦。哦，嗰個婆婆啊。小西大夫呀，那個小伙子怎麼沒來呀？小溪大夫。那家伙又自顧自地做決定，他以為自己是誰呀？還讓我等他回來。啊！等人呢？行呀，一起等吧，正好也給老婆子我做個伴。係，一齊等，一齊等。咁老蕭呢？完啦，佢哋嘅合照啦。哎喲，等唔到佢返嚟哦。耍賴，你躲到哪去了？我都找不到你。係咯，你成日都係咁嘅，你一定要係響墓地嗰度匿埋咗。我就在那裡啊，是不是你看不到我？怪誰啊？係咯。哪有這麼玩捉迷藏呢？不可以。別哭別哭，我賠你個發帶。綁在頭上像兔子耳朵一樣，就長高了。地下執咁樣嘛，係嘛？怎麼樣？好看吧？好唔好睇啊？好看，怎麼有點髒？哪來的發帶啊？邊度嚟㗎？墳地裡撿的。你怎麼打人啊？都話㗎啦。哦，老蕭唔見咗啦，劇中。小溪逃離竹土洞不久之後，希望湯婆婆真的能看懂這本書。像上次那樣的機會，只怕很難遇到第二次了。邊位啊你？沒事沒事，至少救了那個小兄弟還陽，也算功德一件。還好我當機立斷，把那個小兄弟推了進去，要不然所有人都白忙了。邊個小兄弟啊？哼，都怪你壞女人。就是他一直阻攔，門才要關上的。你看他走時候那個吃了蒼蠅一樣的表情，想想就覺得賺了。邊個啊？幫到了別人也挺好，但是彤彤，你又要繼續受苦了。做咩事啊？有什麼嘛，反正有親親你在身邊嘛。係，可唔可以講詳細啲啊？別人會聽到。哎呀！我都忘了是多人語音了，有少少懵。沒關係，正好讓某人學學正常的情侶是怎麼相處的。係。我還是覺得通過燒紙手機就能抑揚通話很不可紙手機啊？我真的就在邊上啊，剛剛不是試過了，你說了什麼話，做了什麼動作，我都能說出來。哈，這可以有很多種解釋，比如小山身上有微型攝像頭，比如你其實是用夜視望遠鏡在遠處看我們，也可能是大宅置換花粉仍然在影響我。呢個係一種科學至上嘅態度。啊？你不相信我們啊？那為什麼要幫我們？我只是在對各種可能性進行合理推測，並不代表我不相信你們說的那種可能。畢竟好了，千萬不要和他鑽牛角尖，不然這話題爭到天亮也不會有結果。
他一直担心当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并没有真正结束，所以对相关的事情都很关注。帮助你们，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。佢哋係邊個啊？究竟？我明白的，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啊。你們都看不到我，聽不到我，但卻可以用手機聊天。哈。到了，湯婆婆就住這裡，她什麼都懂，可厲害啦。遠處那個人看起來不像是老婆婆呀。你們不是說她是獨居的嗎？小溪啊嘛。啊？不會吧？難道是壞女人回家了？我過去看看。哈。啊？湯婆婆家怎麼會有一個小孩子啊？小孩子，係咯，小溪啊。我可不是小孩子。你能看得到我？吓？他們是誰啦？究竟？佢總係中意做一啲好人好事咯。然之後，其實我覺得可惜嘅，靈哥同靈妹嗰條線可以一齊走噶嘛，係咪？好，唔緊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每一天一天仿佛在訓練，有種感覺不太真實，只是想尋找夢境中環繞無比超拿的心跳，好像在蹦蹦跳。